呢種韌性咧，其實就係我哋香港人嘅一種哪吒基因。那實際上，香港能走到今天，也是一代一代香港人拼出來、闖出來的。所以，您覺得香港是不是有屬於自己的這種哪吒精神？我覺得香港人咧都有一種咧唔認命啊嘅逆境重生嘅心態同埋信念嘅，即係香港人係打不死㗎。如果大家想努力去賺錢，就努力工作啦；咁想改變命運咧，就奮鬥向上。咁你睇到我哋由金融風暴啊、沙士疫情啊，以至到而家即係世界有不少戰亂啊，或者喺一個地緣政治咁混亂嘅情況底下，即係我哋而家係一個轉型啊，或者陣痛嘅階段咧，我覺得我哋香港市民都喺絕境中咧係尋找一啲生路啦。喺陣痛後咧，仍然咧係迎來一個脫變啦。呢種韌性咧，其實就係我哋香港人嘅一種哪吒基因。